文字配声音，读册轻巧记忆深。欢迎收听台文读册会记录报道。我是袂学台文以前毋捌第8条的慧玲。这集是单雷台语文学读册会第一篇小说集2012年7月17第14回的记录报道。要读的小说是《失乐园》和黄客的结局，收伫第一篇小说集第一本《阿春无罪》第48页到53页。伫这集，咱先甲《失乐园》读了，再来讲黄客的结局的一寡字词。最后，我会小解一个伫找台语网站查字词的美角。失乐园的故事行到落尾，13号查某人子宫外有新大病血，送去金门本岛做手术，就无阁转来啊。一个月有新的查某人来，嘛号做23号。新的23号关缀伫屏东家角坐家，大腿赤一只爷仔。伊被军官安怎继续面对这个甲831的查某人检查身体的任务呢？阮请教单雷先几个问题，来听先的安怎开破。第一个问题，第49页，作者安尼描写新的23号。这个新的23号差不多20多岁，生做较粗，爱讲话，粉食真重，大腿遐赤一只细只的红尾鸭仔，讲安尼查甫人较会刺激。第50页，故事的尾二段，迄只尾鸭仔佫出现啊。23号的甲内裤揪起来，迄只细只的红尾鸭仔如何暗咧无看去？阮问先呢，迄只鸭仔有特别的意思无？先呢讲，尾鸭仔和故事本身无关系，毋过有两个用意。一是表现新的23号的背景，二是广告的手法，让一寡味素，互读者对角色的印象加较深。第二个问题，第831的查某人，敢是自愿去的？先来讲，这原因真复杂。有的人是互环境逼着无钱，有的人是逢城去。亲像新的23号，关缀咧坐家，家角的人甲伊讲，若去831，就免关遐久，佫会使趁钱。故事内面讲到卫生兵，医官负责去甲831的查某人做身体检查，卫生兵小静做伊的助手。阮问单雷先，东印野战病院的编制，先来讲，迄当阵野战病院内面，医生简单一个，是伊被军官去服务一冬，卫生兵真济，卫生兵因完全无专业训练的基础。上害的是，政府互因退伍以后通得医生牌，会使开业。有的人甲执照做人，咱读医学院读到要死要活，卫生兵因退伍以后，一支医生牌就有。这件代志，单雷先伫《乡树宝记》迄部小说内面，也有安排一个角色，一个牵猪哥严猪的，伊甲老乌仔卫生兵做一支医生牌。庄脚人拄着猪仔破病找伊医，人破病嘛是。这款卫生兵变医生的汉古代，毋若是历史，也是新闻。2017年有一条新闻讲，有几若个肝炎病人，因同款的所在是去过桃园市杨梅的一间诊所注射。政府调查发现，迄间诊所注射无外针。媒体报道，迄诊所的医生89岁，是军医转任。可能就是这款卫生兵退伍摕医生牌。对这件代志，若要搁较了解，会使看管仁健先生的文章，放链仔放伫文字报道。
读册盘有人补充讲，以前司法官和律师嘛同款，读法律系出业，司法官和律师真拗考，甚至律师一天扣的人数，毋免10支镜头就算了啊。毋过，军法官会使转做司法官，也是律师免考试，就是头前大门敢若开一时仔芳，后门就是开。百姓开钱请律师，却拄着军法官转任的律师，民事关系母袂清楚，也是当着无够格的法官来审判。另外，1992年以前，高考、普考的名额是照秋海棠中国的人口数去分，结局是台湾人占台湾人口比例87%，国家考试录取的比例却敢若2%到4%尔。外省人考公务员比台湾人加真好考，甚至有的省的职员报名就有，莫怪有高级外省人的讲法。本省外省的区别，其实是这款大细心的制度造成的。地图专家黄清奇先生甲录取名额分配的资讯标伫地图，一看就明。旁人嘛放伫文字报道。中国国民党大细心，设各种骗人占人的部署，毋是单单拨一寡预算，互外省人领较济福利遐尔简单，是无少人民的健康，牺牲人民公平受审判、平等参加考试的权利。这款汉古代甚至是有法律规定的，旁人嘛放伫文字报道。接落来讲3个字词，均有无清楚的所在，甲先来请教。第一个字词第49页，我甲皮包仔夹在伊的身躯边。夹这字，本条是第4条夹，还是第8条夹？先来讲，这字是夹，本条第4条，变调变第8条，所以是读我甲皮包仔夹在伊的身躯边。伫教典夹和夹的解说真成，毋过伫台字大词典夹两字解说无共。夹第4条是夹物件，日文的哈萨姆，例句摸黑会夹人。但是做名词是夹物件的夹啊，好比讲新闻夹、头章夹、用夹啊、夹纸。夹第8条是掠走的意思，可比讲鸡仔互肉叶夹去。用汉字写台文，常常毋知汉字安怎读，这就是一个真好的例。若写白话字，就无这款问题啊。第2个字词是51页的，大家拢鸟等。49页嘛有，目睭鸟看我。阮的问题是，字典有鸟看、鸟想、鸟，敢是共字？先来讲，鸟看，拢有人讲，台语贴字的调定定无固定，这毋是腔口差。第3个是第50页，迄只细只的红尾鸭拄好暗咧无看去。阮的问题是，这个无看去，敢是无看见？先来讲，古早是讲无看去，即马讲无看见，凡是受中国话影响，咱会使观察讲话的人的年岁，和因经倒一款讲法。失乐园的记录报道到这，接落来是黄客的结局。
毋客是西托拉库送货，伊要过身进前的回光返照，回去美丽岛事件迄天，警备总部准备甲党外的总杀，乌道装作党外的拍警察，顶杯来啊！有人在喊：押输，押输！51页和52页有几个字词提醒大家注意。第一个，大家，大家拢鸟鸟等。医生讲大概无梦啊，这大家拢知影，莫读做大家。第二个，霹雳棍，迄顶杯全部武装，举盾牌，举霹雳棍，早马术去。这篇故事的背景是美丽岛事件，当然有警察拍人的描写。台语的动词这个有路，咱来看作者安怎写。第51页，免刀免枪，用棍仔抹。动词抹。第52页，10个兄弟拢甲你娘做一个枪来枪警察，用棍仔用火把讲警察。动词枪讲。10个兄弟冲来枪警察，的枪这字较罕得用，台语大词典有收，是要乌骨仔赤土的动作。例句是：为巴肚枪落去，这听起来介恐怖。恁头壳内敢有迄个画面？52页阁有一句：有诶呑了，着伤老火，倒伫涂骹。动词是大力拍的意思。台语大词典的例句，用推仔出力互雷是抹枪讲这几个出骹手的动词，小解互大家参考。最后小解查字典的美角%。拄则讲鸟鸟看，鸟鸟看，台语贴字的调定定无固定。咱若要知影鸟鸟、鸟鸟，佫有啥款讲法用法？字典安怎查？伫找台语网站，先用输入式拍鸟%，人一个鸟%，然后经相关的就会出现有鸟鸟、鸟鸟无共调的词。同款第52页有一句：规个大圆圈，几万拍的电火，点甲光闪闪。咱若要知影闪闪第三条以外有啥款其他声调的词，用输入式拍声%，人一个声%，就会找到光闪闪第5条。以上是即摆读册会的记录报道。你若要参加单类台语文学读册会，请甲老台语随时的台语社联络。咱后回再会。